谁能想到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火了，娱乐圈却被虐成了狗。有人用陈丽君反讽娱乐圈，说娱乐圈100个男的都比不上一个陈丽君。最近由越剧改编的《新龙门客栈》在杭州巡演，陈丽君的放荡不羁，李云霄的风情万种，他们两个已经在各大平台上转了好几天了。不管打开哪个平台，都是这一对小青梅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就连晚上做梦都是他们的脸，已经被他们洗脑了。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宫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与月来闲暇，料理秋千，我哭诉情。当猛然发现，原来邪魅狂卷竟可以被演绎得如此清爽，原来剑眉心目竟这般令人见之不忘，原来风流倜傥真的可以俘获芳心。就说小说里男主的歪嘴邪魅一笑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现在的演员们没有领略出里面的精髓罢了。这颠倒众生的笑，斩不斩男我不知道，反正是斩到我了。好多跟我一样的粉丝表示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何必在乎公公母母。也有人说，老公不是一个性别，而是一种感觉。花旦李云霄红衣如花，媚骨天成，个性泼辣，不用衣着暴露，也能风情万种，摇曳生姿，让观众很直观地体会到媚和骚不是一回事。他身上有狐狸的妩媚，有老板娘的精明算计，也有小女儿家的扭捏娇羞。红衣翩翩，一颦一笑深入人心，怕是和尚都要动凡心了。他们的互动更是一绝，扇子遮面，一个含羞后退，一个低头前进。什么叫眉目传情？什么叫含情脉脉？什么叫风流倜傥？应该让内娱的人好好看看，看人家这才叫演戏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能使观众的心砰砰乱跳。反观有些人的演技，让观众看着尴尬的脚趾头都能在地上抠出30亿听来，都把观众们当傻子糊弄呢。而越剧是以其独特的唱腔、婉转的旋律和精湛的表演艺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追求。通过《新龙门客栈》的故事，我们了解到了越剧的魅力，也能理解为什么它能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力。很多网友感叹，老祖宗的兴趣爱好果然比我们高雅，老祖宗喜欢的东西都是有道理的。更有人称，拜拜了高贵的内娱，我要去追老祖宗留下的瑰宝了。陈丽君和李云霄作为越剧舞台的一对小青梅，两人08年就成为了小百花班的同班同学。他们一起学戏，一起考驾照，一起进单位，相识15年，搭档10年，一直都是团里公认的老夫老妻。都说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这两个发自骨子里爱传统文化越剧的女孩，为了走得更好，走得更稳，她们认真打磨老师的每一次教导，力求表演更加饱满和富有张力。一个动作练习100遍是家常便饭，无论冬夏，挥汗如雨都是日常。她们身为女生，却能轻松地抱起自己的搭档，还能潇洒地转上几圈，这样的力量恰恰证明了她们背后付出的努力。而那种因为抱不起女明星，为自己找各种理由的男明星，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自己呢？而他们的爆火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越剧之美，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。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只要有心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希望他们能够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，为越剧界带来更多的新鲜元素和活力。你喜欢陈丽君和李云霄吗？喜欢就为他们点赞吧。风吹沙，蝶莲花，千古佳话。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宫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与月来闲暇，料理秋千，我哭诉情来当竹马。